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这是台南玉子武贤团日前伫网络顶宣传一张关公甲妈祖合婚大喜的海报，这是互不知情的对象，也就是八线尾龙里门天后宫气呱呱，第一时间把这个新桥甲动落来，讲并无授权进行合婚这件代志，讲对方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天后宫的名声，会来保留着法律的追诉权。武贤团港武这出遮大出，嘛发表声明道歉了。伫咧新桥顶，白种喜气红彩球，来到八线尾六里门天桥宫头前，煞叫信徒走落来。万年摇彩球，万年搁拍成球，态度是硬扁扁，互外界是看甲沙无场。原来这一切拢是这张海报掠出来。官方网站宣传，叫指武贤团关公要前往北线尾六里门天后宫进行合婚大典，甚至搁家己改名，了要搁传出因所讲的天上关圣母，并不是天后宫的婚灵，嘛不是庙的其他神明。神明之事不能开玩笑的，对神明不太尊敬。那有感觉这种代志发生的，听起来是怪怪的。庙方出面证实，神明确实是婚灵无毋对，不过针对证据海报，因为已经毁损了名声，因会采取法律行动。武贤团落尾发出声明，对内部广告用词无够真少，搁流出去，来甲大家回息咧。希望这件代志会当赶紧煞过。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